小恐龙是恐龙，精灵、袋鼠、河马、鸭嘴兽、春生壁虎，那就是爬虫类。我们从小看到大的卡通角色到底是什么动物？你们知道吗？小火龙是龙吗？音速小子是老鼠。话不多说，卡通认动物大会开始。要抢答吗？不用，你们两个是合作的状态。音速小子，它是音速小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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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是什么动物？老鼠，老鼠，老鼠啊，老鼠啊，它不是老鼠，大家为什么都会觉得它是老鼠？狐狸哦，狐狸，狐狸吧，猫，猫，狸猫，狸猫吧，狼。狗吗？你看它的特征，有毛啊，它是什么头？刺猬头，对，所以它是刺猬，哎，因为我看过它的新闻。刺猬，刺猬，超爱，音速小子是刺猬，音速小子是刺猬，它是从哪里过来？记得吗？冰雪奇缘，不是，冰原历险记喜德，对，喜德。它是什么啊？水獭哦，水獭，水獭，它是马来貘吗？食蚁兽吗？臭鼠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老鼠啊，刺猬，獾是獾吗？慢中狼，哎，这个树懒，树懒，树懒，那是什么动物？树懒，我长得有点像我同事哎，刚刚那个啊，这我好像不知道哎，我长得好奇怪哦。它是来自哪里？海绵宝宝，细菌人，皮老板，皮老板啊，我记得它好像是细菌吧？它不是细菌吗？细菌吧，它是细菌，跟龙蚂蚁，单细胞生物，单细胞生物，是微生物。病毒，海蟑螂，它是浮游生物，浮游生物吗？浮游生物，浮游生物哦，对，浮游生物，我高中超爱看，完蛋，有一集就是在讲说水会蟹堡的一个叫浮游生物，他全部都吓跑。它是那个赖贴图里面的那个啊，贴图的那个什么力？卡利啊，卡利是英雄联盟，对，沙粒，沙粒，沙利，它是那个嘛，企鹅，鸭嘴兽，黄色小鸭不是吗？黄色小鸭，它是鸭子对不对？这是鸭子吧？鸭子啊，鸭子吗？鸭子，鸡吧？鸭吧，鸡吧？鸡呀，很像小鸡，它的史迪奇啊，史迪奇，史迪奇，史迪奇吗？史迪奇，不是外星人吗？它是，可是它是以一个动物为原型。这么多牙齿，老虎哦，树懒，树懒，老鼠，老鼠，老鼠，猫，猫，狗，狗吗？狗，狗，它是狗，是狗。大耳狗，是跟它同颜色的吗？动物这个颜色有点恐怖，耳朵很大，兔子哦，兔子，兔子，兔子，吉娃娃，大象，它会在树上，松鼠，很爱睡觉。鸟，哦，无尾熊，哦，对不对？无尾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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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还是无尾熊。写功课都看了。我也是。忍者哈特利，忍者哈特利它叫，什么招？狮子丸，狮子丸，狮子丸啊，哦，狮子丸，那你知道它是什么动物？雄狮，狸猫，浣熊，看起来就像狗啊，狗啊，狗啊，哪一种狗知道吗？有那种狗那么胖吗？斗牛犬吗？斗牛犬，霸斗啊，大头狗，贵宾狗，台湾土狗，獒犬吗？狮子犬，中式狗之类的。松狮，我靠，傻眼，松哈特利狮，小博士吗？什么军草的？那个 Keroro， Keroro 军草，天喽喽，它不是也是外星人吗？对，它是什么型的外星人？它看起来就像青蛙，它是青蛙，它是青蛙，好像青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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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 Kero 就是日文青蛙的叫声。哦，也要吧？哎，不对，它叫什么？探险活宝，老皮，是老皮啊，老皮，老皮，老皮，它是什么动物？它是狗吗？它也是一只狗，狗吧？它是狗啊，狗啊，哪一种狗？腊肠狗吧？不是腊肠吉娃娃吗？吉娃娃。贵宾狗，西施吗？脸垮下来的那只叫什么？老皮狗，是吗？有这个狗吧？沙皮狗，大家都会说这种狗丑的很可爱。
什么可鲁的那个吗？八哥，八哥，法斗，发豆，发豆吗？发豆，斗牛犬是吗？发豆，它是斗牛犬。最喜欢的发豆哎。功夫熊猫，功夫熊猫的是功夫熊猫里面那个吗？它叫什么啊？他叫师傅吗？师傅，师傅，你知道它是什么动物？是老鼠，猛虎，兔子，这不是兔子啦，这一看也不知道兔子。狐狸，狐狸吧？狐狸吗？狐狸吗？狐狸吧？这就是猫啊，一看就知道是猫啦。狸猫，也是狸猫之类的吧？浣熊，浣熊，它是小熊猫。小熊猫不是猫吗？是熊。小熊猫它就是小熊猫。哦，德克斯特皮那个是3个女生的那个飞天小对，魔人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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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什么动物？猴子，猴子，猴子，猴子吧？猩猩，猩猩啊，它是猩猩，这一看到是猩猩，对不对？哦，这好像猩猩哦。哎，想说它原本是这样嘛，收到那个变异物质基因突变。化学物 X 嘛。有点像刚刚那只喜德，喜德，它是从哪里出来的？花木兰哦。不虚荣。狮子王里的那个，常跟那只猪走在一起，对不对？我知道跟那个铺满辛巴的朋友啊。丁满，丁满，那你知道它是什么？马，看着像马。然后它是什么？它是狗。你不要分心啊！这个动物真的都一直站着。那土拨鼠，袋鼠，黄鼠狼，是不是六福村里面有那个？啊，我知道，我也跟他拍过照，在六福村。狐猫，猛虎，狐獴，狐獴，狐獴，对，狐獴，狐獴，狐獴，这什么？这是人吧？波妞，蜗牛，波妞，蜗牛，波妞，啊，波牛，它是生物哦，它是那个生物的公主。河马，河马，蝌蚪，青蛙，儿童吗？它是一种鱼。小丑鱼，小丑，小丑鱼，灯笼鱼，鲶鱼吗？它长得像鲶。比目鱼，是木鱼啊，我知道了，轰，金鱼，对不对？因为它眼睛。金鱼，宫崎骏的。他眼睛很开。金鱼这个秒答。金鱼有看就是不一样，金钟啊。啊，翠达哦，崔咪哦，崔地，脆地，脆地，小脆地，那个猫跟鸭子，它是鸭子，这应该是鸭子吧？就是很像小鸟，应该不是鹦鹉。小鸡，它是麻雀吗？麻雀，麻雀，小麻雀，麻雀是吗？雀是吗？雀是吗？金丝雀，金丝雀吗？金丝雀，金丝雀金丝雀，是小熊维尼吗？它不是迪士尼的。这很久了。哦，我愣住了，我没看过。小时候很认真念书，都没有。刚刚不是这样说的。写功课都看啊。那个什么哆来咪，魔女哆来咪，小魔女哆来咪，你还是透露我小时候会看的。哦，那个小魔女哆来咪，她是一个魔法老师巫师嘛，对不对？杰西卡、莉莉卡是吗？啊，莉卡，很像马蹄耶，有点像香菇，有点像果冻。它是果冻。绿色的动物吗？绿色的动物，乌龟、河童，毛毛虫，毛毛虫，它是毛毛虫吧？有绿色的动物吗？这是青蛙吗？青蛙吧？它也是青蛙，太不像了吧？它是青蛙，它是青蛙。喷火龙，小火龙啊，小火龙，小火龙，小火龙，它是动物吗？这是一只龙啊，龙，龙，恐龙，恐龙啊，恐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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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小火龙是恐龙，精灵、袋鼠，河马、鸭嘴兽、春生壁虎，那就是爬虫类，这个动物是趴着的。所以尾巴会冒火嘛。我不知道它是鳄鱼哦，鳄鱼，壁虎，它是蜥蜴，还是火蜥蜴？蜥蜴，蜥蜴，它是一只蜥蜴，蜥蜴。对，它是火蜥蜴。哦，它原本翻译是火蜥蜴，是台湾你是在动物园上班？可是它进化喷火龙很灿烂。可是它火龙也不是龙，这有点像啊，你看，完全不像。这我完全不知道。从那个这个是米奇里面的小木偶里面出来的。豆子，绿豆，它是一种很
它是蚂蚁，蚂蚁啊，看起来一只蚂蚁耶。蚂蚁之类的，蚂蚁，毛毛虫吗？毛毛虫，蚕宝宝，跳蚤，蜻蜓，蜻蜓，蝗虫，蚱蜢，蚱蜢之类的。有一个故事是在说蚂蚁蟋蟀，哦，我知道它是蟋蟀。蟋蟀吧它。完全不像，有点像花生。花生，这是跟 Hello Kitty 是朋友，是叫酷那个叫什么坏什么坏坏，还是酷酷坏企鹅，酷企鹅啊，不是酷企鹅啊，酷企鹅，酷企鹅，它就是，还是它不是企鹅？企鹅，企鹅，对不对？哎，企鹅真的吗？确定？那它一定不是企鹅，看起来像一只鸭子，鸭子啊，鸭子吧？它是北极熊，企鹅，不是吗？确定吗？企鹅，企鹅，啊，对，是企鹅，没错，是企鹅吧？啊，好，没被骗啊！它家是企鹅。被骗我。它长得很像史迪奇的大字版，常跟小猪在一起，翼儿，翼儿，翼儿，那翼儿，它是什么？这一看就知道是马，它是一只马，马吗？白螺，河马，河马、骆驼、大象，羊，会提重物。哦，驴啊，对，它是驴子，驴子，驴子，小熊维尼的那个驴子，对，它是驴子。马跟驴子可以生小孩，你知道吗？好像有听过。螺，哦，对对对，给大家看完看。它类似小熊维尼，鲁鲁米，鲁米，鲁米，鲁鲁米，鲁鲁米，它是像象的。狗，不是狗，马，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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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马，它是河马，河马，河马，河马吗？不是河马，不是河马吧？我一直以为它是河马。它是芬兰森林里面的一种生物，是一个小精灵。哦，什么呢？小精灵是什么鬼啊？印象中它是小天使还是小精灵？对不对？小精灵啊，没有被骗，哦要帮他证明一下，鲁鲁米不是河马。布丁狗啊，布丁狗，布丁狗啊，布丁狗，布丁狗，我差点讲它它是什么犬种？它耳朵也是垂垂，大耳狗，博美犬，土狗，它是大型犬。大型犬啊，犬，拉布拉多，拉布拉多，拉布拉多，干嘛哦？大型犬很可爱的吗？是吗？马尔济斯，不会是黄金猎犬吧？它就是黄金猎犬。黄金猎犬，黄金猎犬，黄金猎犬。哦，好不舒服哦。这个图也太恶心了。